日前，造成科技人员车祸的新型蓝眼 AI 仍在逃窜中。由于这枚 AI 乃全新科技制成的产品，产品实际的功能仍不明确，其动机与接下来的动向皆难以预测。AI 管理局表示，希望广大民众多加注意自身安全。若发现任何可疑的机器人出没，请务必及时向管理局举报，以避免 AI 做出任何伤害人类的行为。随着年初，IE科技公司初级意识模板的推出，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应该朝向完全类人的科技道路发展？正反方持续在道德与法律的边界你来我往。咪咪，咪咪！妮妮，小心啊！小心，谢谢你啊！妈妈，大哥哥的眼睛是蓝色的。新闻上不是说 AI 是会伤害人的吗？我们这几天在医院都没有管到你。你这2天在学校怎么样啊？学校不就那回事吗？要真有什么有趣的事儿，就是我交了个好朋友。是吗？安安那么可爱，肯定会交很多好朋友的。他说他还进了密码社，外物那么多，如果影响学业，我可要生气了。其实我进密码社还有在研究一些关于 AI 的事。对了，上次来你们俩那个 AI 是不是你们的产品啊？它有没有自主意识啊？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跟阿姨有什么关系。妈妈觉得最近机器人总是出事情，不想让你再玩这个很危险的东西了。我也就随便问问。你去哪儿？我忘记了，我妈让我去我姑家拿个东西，我先走了。你只顾着当样子，我们怎么办？陈浩轩，我们球打不了了，要不要加入我们？我不要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不要加入我们？你又没给过我任何东西。班上没人敢堵我的话，你敢堵我？陈浩轩，他们这2个人，我们3个人，你加入他们，我们就可以比赛了。你什么打算？1、2、3，1、2。怎么样？好，来。你站在那儿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你游戏机呀？没人操纵你，你就不会动了是吗？
打得不错啊！你打篮球打几年了？我第一次打。第一次打？不可能吧？第一次打有那么厉害？我刚看你们打了一遍，我就会了。 001在玉贤高中的适应状况怎么样？似乎还可以，但仍然需要多一点时间观察。我以为您现在急着要找的是002，为何问起001？002在逃走之前，他复制了001和002所有的资料，甚至是我们跟国外的通讯记录也全都复制走了。所以我猜想，他如果逃走，就一定会先找001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毕竟只有他和001才是唯一的同类。但找了001之后要做什么？根据我观测到的各项数据，它现在的耗电速度远远大于我们事先所设计的，甚至要快上几倍。我不知道它的系统当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。不过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它很可能会倒在半路上。我可以派出一些上一代的 AI 去把它找回来，他们找自己的同类，绝对比我们的速度要来得快。A2比 A1是聪明太多了，他现在已经是个超少年，就好像他可以根据周围的环境去改变他自己身上的 AI 特质，比如说把他的蓝眼睛变成黑眼睛。不如把002的照片传给红眼 AI 吧，这样找起来最有效率。这是个好办法。不过在下达指令给红眼 AI 之前，一定得告诉他们知道，在抓捕人的时候先扫描对方的眼睛，确保不能够抓到人类。对不起，我忽略了，有人长得跟002一模一样。这次抓捕行动一定要确保不能有第三方在场，绝对不能曝光。4、5、6、7、8，接下去。他会再喝一口水。和他说话，他没反应；逗他开心，他也没反应；让他生气，他还是没反应。就连吃饭也像身体里装了程序一样。他数理化成绩那么好，打篮球也打那么好，而且看我们一遍就会了。该不会是装了最先进的学习程序吧？你们在看什么戏啊？看得这么起劲儿？你们怎么不继续观察冰块吃饭了呢？我没有观察啊，我忙着和人打呢。我们也不是观察他，就是觉得他吃饭有意思，所以多看了几眼。安安哥，你之前请我查的那些资料，绝对不是因为你对 AI 产生了兴趣。我想，我知道你要干嘛。那你说我想干嘛？找出害你爸妈出车祸那个 AI 是吧？是。那个 AI 不是连 AI 管理局的人都没找到，你怎么这么肯定他就在我们学校里的？你有听过宿舍阿姨提起过001的事吗？我刚才看见陈杰那帮人堵着陈浩轩，说要跟着他们，还会帮他们撑腰。你猜他们怎么说的？该不会答应他们了吧？没有，结果那个冰块顶着一张万年不容的冰块脸说：“我的腰又没受伤，为什么要撑着？”你不知道当时陈杰的脸有多难看。我承认他数学好又毫无感情，思维方式和正常人类完全不同，但这真的能证明他是机器人吗？就算他是机器人，他身上也没有疑似开关的胎记或者疤痕呀。开关可以藏在衣服底下，很多人从出生就没有什么印记。我就这样。如果001它的创造者也这样想，不给001任何的疤痕。再说了，本来这个城市就是为了接近人类。你当然可以这样解释，就算他说他昨天第一次逮着的事情是真的，他真的有本事跑这么快，快的能够阻拦叔叔阿姨的车。唉，安安哥，我很担心你因为叔叔阿姨的事情变得太疑神疑鬼的了。为了保护我爸妈，我还嫌我做的不够。要想让我完全不怀疑陈浩轩，
我和随玉还在做最后一件事情。是什么？这个你之后就知道了。水，这是化学用品。灭火器，好学。随玉、夏长安，你们3个没有受伤吧？没事没事。大家也都没事吧？我们的粉被调包了。什么？谁调包的？